咁點解我哋成日話好安全呢？咁每一個 block 上面都會記住三樣嘢嘅，一就係新嘅資料，或者我哋交易啦；二就係上一個 block 嘅指紋，或者我哋叫 hash；第三就係自己嘅指紋，我哋自己嘅 hash。只要咧你改變中間其中一個 block 之後，所有嘅 block 都會出錯噶啦，咁即係成條鏈就會斷。而家全球成千上萬部電腦都會驗證住呢條鏈，大家咧都要認同先會寫入去個記錄嗰度，唔係你話想改就可以改。咁點解大家咁中意講區塊鏈啊？其實重點咧唔係區塊鏈呢三隻字，而係背後帶嚟嘅三樣嘢。第一就係信任，唔需要靠任何中間人。二就係資訊就公開透明，大家都可以 verify，大家都可以知道發生咩事。第三就係唔可以擅自更改，就係因為呢啲咁嘅特質，令到佢非常之有用。想象一下，你可以喺唔識對方嘅情況下，你都可以做到啲交易啊，做下生意啊，都唔需要俾人怕，俾人呃。咁呢樣嘢，我覺得係以前就比較難可以做到啦。咁佢究竟可以點樣改變世界咧？你可能問，而家有啲地方其實已經用緊區塊鏈嘅技術去做緊而家嘅嘢啦，例如跨國嘅轉賬啦，用比特幣啊、USDT 啊，分分鐘搞得掂噶啦，唔需要成日等成日，仲唔需要收手續費咁貴。或者啲物流追蹤，例如啲大型嘅超市去追蹤菜啊、藥品來源啊，肯定佢冇俾人換咗啊，或者啲選舉投票嘅系統啦，資料公開透明，可以驗證嘅，唔需要驚你自己個票俾人改。第四，就係合約自動執行啊，智能合約，例如你做個 Airbnb 係咪自動收錢就自動鎖門？咁下集我哋就講多啲乜嘢係智能合約嘅。咁記住重點係咩啊？就係資料透明，唔靠中間人。唔驚人哋改數。